人到中年，唔知咧你係咪最怕聽到呢3個字裁員潮啊？咁咧有朋友 PM 我問：喂 Penny Sir， 我48歲啦，做咗20年 sales， 上個禮拜咧啱啱收到大信封。咁啊，雖然呢個時候咧我哋唔係話冇嘢做就手停口停啦，但咧再揾工，而家嘅市場競爭咧真係好大。想創業又驚咧輸埋自己咧辛辛苦苦儲落嚟嘅積蓄，屋企上有老下有小，完全咧唔知道可以點算。咁啊，假如你都係咁，中年失業想創業又驚自己冇經驗，又驚踩坑，又驚咧蝕晒自己嘅積蓄。今日呢條片你一定咧睇到最後啦。我會咧用一個真實嘅故事拆解咧3個避開失敗嘅種子，每一個都有具體嘅方法，就算你係零經驗都知道咧點樣去起步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快樂商道，我係 Penny Sir 黃希志。近排好多人咧都會對未來有好多嘅焦慮啊。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經濟不景氣，大家咧對未來缺乏咗掌控感。就算你今日仍然咧有份好穩定嘅工作，都唔代表你下個月可以有繼續翻工嘅機會。最後咧，我睇一個台灣嘅故事，覺得好有啟發。特別咧係好似剛才我提到，而家咧正在面臨裁員危機，甚至乎咧已經咧離開咗舊公司嘅朋友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揾到對未來嘅方向。咁啊，話說咧一個45歲嘅 IT 男，佢咧年薪係過百萬啊，咁啊手咧拎住一啲嘅 project， 原本以為咧可以穩穩陣陣做到退休，點知咧公司喺研發一個產品上面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啊，個 project 咧未能夠交付完成，每日咧仲要賠台幣2000萬，咁啊足足賠咗6個月。咁當然啦，老闆日都照肺啦，同時咧又抱怨 project 咧冇進度，咁啊夜晚瞓唔到覺咧，去到46歲嘅時候咧，仲驗到自己咧患咗糖尿病。最慘嘅係咧，佢後尾連工咧都翻唔到，仲患咗咧抑鬱病，每日咧就只可以攤喺度。咁啊，其實咧佢哋屋企咧都其實有投資，有樓收緊租噶，可以話係咧冇乜經濟壓力。但呢個時候咧，老婆就好驚自己咧作息三崩，咁啊越嚟越慳，有錢啊都唔敢咧去剪個頭髮啊，連20蚊嘅一包鐵蛋咧都唔捨得買。明明銀行有幾百萬存款，但係咧就驚到連日常嘅娛樂咧都只係去行下山咁，嗰啲咧唔係好使錢嘅娛樂。你話呢啲嘅日子幾咁令人咧窒息？但係咧佢哋冇認命，有一日咧先生突然間咁話：我哋咧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啦。雖然咧我已經咧退咗落嚟，我翻唔翻做呢個 IT 行業啦，因為咧令到我有呢個精神嘅壓力。不過我發現咗咧，我心入邊有一個夢想，不如我哋而家去創業啦！我想咧開間清潔公司。咁啊，太太聽完之後咧，直頭大叫：哇！我以前係做小學老師嘅喎，而家要幫人哋去做清潔洗廁所。然之後咧，先生話咧，我哋其實唔係淨係想開間清潔公司，即係咧，我想做一門生意，專登咧請一啲同我一樣跌低過嘅人。我仲有咧曾經患過呢個病嘅人，希望咧去幫到一啲咧受困境嘅人，幫佢重新振作。咁啊，意想不到啊，佢真係咧將呢個公司成立，開始咧重新學習做起咗清潔。頭半年咧零生意。太太咧喺洗廁所嘅時候洗到喊，佢就覺得點解我哋會淪落到咁嘅咧？着一件黃色嘅熒光衫，開始咧喺辦公室做清潔。但係撐咗半年之後咧，突然間爆單，而家咧成為咗一年做1000萬生意嘅公司，甚至乎咧連疫情都推咗一把幫佢成功。佢哋咧究竟靠咩反轉？唔係運氣，係佢哋咧做啱咗幾件嘅事。中年創業第一個死穴係保命思維，就好似故事入邊嘅太太。明明咧係有積蓄，但就驚到唔敢用啊！每日咧淨係諗緊點樣可以慳多啲，點樣唔好輸。例如失業嘅朋友可能會將錢咧鎖死，一分咧都唔敢喐，揀最穩陣嘅過渡工作，最多咪騎牛揾馬咯。份工自己唔中意唔緊要嘅，做住先啦。咁我見到一啲創業嘅機會咧，第一個反應就係：哇！萬一我輸咗錢點算？咁啊呢一種嘅創業思維咧，會令到你越縮越細，越縮越細。當你嘅焦點放喺恐懼同埋失敗上面嘅時候，你嘅意識無形中就會不斷咁種下呢種失敗嘅種子。咁啊種子法則咧會咁講：你想要啲乜嘢嘢，你先要給予出去。當你慳住，種子翻嚟嘅時候，生活咧就只會越縮越細，越嚟越變得困難。就好似咧佢哋會後尾醒覺，與其喺度守，不如咧揾啲嘢去做啦。佢哋咧唔係諗住咧創業揾錢保命，反而喺度諗緊為咗幫其他有需要嘅人，佢咧專登係請一啲有困難、人生咧遇到低潮嘅人，俾工作機會佢哋，扶佢哋一把。結果咧客戶咧自動揾上門。你會看似咧兩者之間好似毫無關係，但只要你明白種子，你就會知道佢哋嘅成功同佢做緊呢個創業決定係有莫大嘅關係。咁啊，如果你都想訓練自己，學下可以點樣種呢個種子嘅話咧，
你係可以咁做噶噃。咁啊，首先咧，每日都可以問下自己，我今日咧可以幫咩人？哪怕係幫街坊，可能咧收個快遞，幫同業嘅朋友傾下偈，鼓勵下對方。第二，打破我冇錢，所以咧我幫唔到人嘅諗法。幫人其實係唔需要一定咧係要用錢噶噃。當你聽到人哋嘅訴苦，俾一個好嘅建議，都可以咧幫到人嘅噃。第三，記錄一下咧幫助其他人嘅一啲嘅小事，譬如今日咧我幫咗阿強改咗佢份 resume， 每記一次都喺度咧強化緊幫助他人嘅種子。當你咧越相信給予出去嘅時候咧會有回報，就會越有勇氣踏出第一步。呢個先至係創業最穩陣嘅保險。李學員話咧，中年失業啊，又要養屋企，又要供樓，我點能夠樂觀啊？咁我就話咧，樂觀咧唔係自我催眠，明天會更好。就算係咧今日好難都好，你都有信心自己係可以改變嘅。可能你會覺得樂觀係一個性格，唔係人都有，但其實呢種嘅能量咧係可以種出嚟嘅噃。就好似咧我哋講到剛才故事入邊嗰對夫婦咁啊，頭半年零生意，太太仲要洗廁所洗到喊。但係佢哋咧每日收工咧都可以覺得自己咧好開心好正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做緊嘅事情咧係喺度幫緊其他人，係成就緊咧別人同埋自己嘅夢想。咁啊，如果你都想自己咧變得更加樂觀嘅話，喺種子嘅層面咧就要播呢個幫人睇到希望嘅種子。朋友失業喊住嚟揾你，你唔好講話我都係咁啦，你要講以前都係咧 top sales， 呢次咧一定得冇問題㗎。咁如果你咧見到啲街坊開鋪頭生意冷淡，咁唔好講話，而家生意難做啊！你應該會講話，喂，你整啲魚真好正喎，我幫你影張相發下我個 Facebook 啦。咁咧每日咧你都可以寫得咧今日嘅小成就，哪怕只不過係咧今日比昨日可能咧早咗起身半個鐘頭，咁咧都係話緊俾自己聽啦，我喺度進步緊嘅。我有個咧做直銷嘅學員，疫情期間生意咧停擺晒，佢每日都同身邊嘅人講好嘅説話，鼓勵其他人。後尾咧佢生意咧突然間慢慢 pick up 翻上嚟。仲咧撐過咗呢個疫情，而家嘅團隊咧仲做得越嚟越好。記住，今次咧你俾出去嘅咧係希望，咁啊最尾咧都會翻咧去你嘅身上。呢種能量比任何創業嘅技巧咧都為重要嘅。中年創業最驚咧就係諗太多，做太少。想開花店又會驚冇人買，想做外賣又驚競爭大，想開網課咧又驚冇人聽。但係咧勇氣同大膽咧都唔係天生噶噃，同樂觀係一樣嘅。我哋可以用種種子嘅方法咧種出嚟，就好似故事入邊嘅老公咁，佢夠膽咧放棄 IT 去開清潔公司，中間都經歷咗咧好多唔少嘅難關，但因為佢同樣地咁幫助一啲跌低咗嘅人，俾勇氣佢哋重新咧爬翻起身，呢種能量咧就會翻去咧自己身上邊，令到佢咧有突破重重挑戰嘅能量。所以咧，如果你都想令到自己咧變得更加勇敢，你要咧學識點樣咧成為別人嘅後盾？咁第一樣咧就係當你聽到其他人講佢嘅夢想嘅時候，咁啊唔好潑冷水。有啲朋友咧話，我想咧做手工番梘，咁你可以同佢講話，我幫佢試下賣啊。咁唔好同人哋講話，喂，呢啲嘢冇人要㗎咁。咁啊第二係咩咧？可以幫人哋踏出第一步。咁啊街坊想擺地攤，咁啊驚樣衰，可以同佢講話，不如我陪你一齊去咧試下做一日啦。好似咧咩都冇做過，但係咧實情其實咧你已經幫佢壯膽啦。我個學員啊，佢患咗情緒病，佢正正好似咧故事入邊嘅老公咁，同自己講：我希望咧患情緒病嘅經歷喺未來可以咧幫助到遇到同樣困難嘅人。而家佢咧唔單止冇情緒病啊，個人咧仲長期可以 keep 住樂觀，又有咧能量滿滿嘅狀態。所以如果你想中年創業，記住你唔係咧同後生仔鬥衝勁、鬥魄力。反而咧係鬥智慧，想有錢先咧學會給予，想自己面對困難嘅時候有心力撐落去，先學習幫其他人睇到希望。如果咧想有勇氣嘅話咧，就要先學識做其他人嘅心靈後盾。呢3個種子今日咧可以開始播種，3個月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到驚人嘅變化。最後咧想問大家，你而家最想創業做啲乜嘢咧？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我幫你睇下第一粒嘅種子咧要從啲咩小事開始。下期見。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。如果唔想錯過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